即將開始。呢場咧就係男子公開組嘅初賽第一場啊！第一線就係添一起車，第二線就係似你嘅魚仔，第三線就係軍旗放線，第四線就係中國路橋。個鬼數男子組咧，氣力真係極好咯嗬！花4錢啊，真係。係啦，用膽望就係第三線喎，軍旗放線喎。一線同二線都好勁喎。啊，第二線都上線喎。冇錯啦，跟住咧第一線4線追緊上嚟，中國路橋加油！係啦，真係一二線係咯，拍歌啊，你會嚟住會啲運對手會拍歌嘅，係一位，對二啊，3號排對二啊，對三唔知，輸咗少少。對手會拍歌幾勁，都幾勁，你會嚟幾出啊？